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食安的问题。宜兰的中山国小，也有宜兰国小呢，这学校灶骹是传出有人因为上过翕热，上班的时阵昏去。有员工是表示讲，这热甲昏去其实已经唔是第一届啊。灶骹内底无冷气，这30-40度是真世上的代志。而且呢，为着这个卫生，所以学校佮禁止来开电风。即马针对这个问题，县府的教育处是表示讲，已经规划来改善灶骹的环境。天气正热，不过学校的灶架内面电风扇歹去，顶头还有线人伫咧白，因为做菜时阵有烧气，实际伫咧现场温度竟然有30-40度。宜兰中山港宜兰国小学校的中央厨房，总团讲有工作人员因为伤热做甲昏倒。太热了！咱伫咧顶炉边啊，凉热温度较袂到就到50度。有工作人员讲，工作环境实在有够热，若是无冷气，电风也因为学校惊讲有土粉污染食物，不会互因吹。灶架内边传出有人昏倒的情形，毋是第一遍啦，反映几多遍拢无效果。按照正常的话，包装机是要有冷气，对啊。可是现况，我们目前宜兰学校的话都没有，对。中山港宜兰国小的学校中央厨房总共有10个工作人员。团线业者讲，虽然设备拢是学校的，也毋过因会做调整。学校是讲已经开始改善灶架的环境，甚至要装空调，也怪讨论。所以也希望来这边跟我们的厨工做一个慰问，希望这个毕竟都是为了孩子的一个午餐的一个健康，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点。我们重点还是在维护这个厨工的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品质。那我想这个要做即刻的改善，让整个厨工的工作环境上也可以做一些提升。依然有一寡小学的灶骹有装空调，无空调的灶骹交传统的电风，放土火的电风或者是空调门，避免灶骹的温度伤悬。对中山港宜兰国小学校中央厨房的问题，县政府讲已经要求学校进行改善灶骹环境，维护工作环境的品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